高度不要超过高铁太多，它都准。伊拢会准，讲安尼啊。我当然是啦，这几个距离的是，我一楼的看一楼的哈，就是放工具、放容量。自来式不可以超过一楼，一个一担。这台是哈，45平方公尺以内的不用申请，45平方公尺以内不用申请。但是你看哦，33这只有145平方公尺以内，一分地可以用33平方公尺，所以这分外啊，差不多10平外了。会当做10平外。啊，超过45平方公尺的哈，就是45平方公尺的这个是在2分地的那一种，2分地可以60几平方公尺。他那个哈就要申请，超过45平方公尺的自来是要申请，他申请建造。申请。啊，45平方公尺，因为这个只能盖到33而已嘛。33的话，它是申请容许使用就可以自己盖了，啊就不用建造。啊，容许使用的起你要有行政计划书嘛，就讲我伫顶管要进停车，要进停车哦。啊，停车吼，我需要什么工具，什么物件，我放在内底。我停车收成之后哈，我一定要先把香蕉放在我的一个场所里面，把风分起来，它出味。啊，所以我需要一个，你爱准我这几个自来式，爱得准。啊，自来式规定是不可以住的，就是足多人吼，做中间拢来讲，啊，你着去一个自来式就给它大。没事啊。一般不会去。公告地价这边不会很高呢，这边大概应该是在40几万。公告拢不会管。公告40几。伊就吼，啥也无细讲啊，因为讲到尾仔的时阵，迄条路伊也直嘞，伊也直嘞就是这，啊伊也出的就是边出的。这个要种东西哦，真个足忝的，真个足忝，迄片啊，我来种50坪就够用啊。讲哦，这个有300多。300多坪你要种哦，300多。你要种那种，一般来说啦